2026年7月27號，香港司法界又爆發咗一場前所未有嘅大地震啊！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張毅能呢發出咗一個嚴正嘅聲明，就話呢高等法院原訴庭嘅法官陳家信呢，因為一而再、再而三涉嫌呢個司法抄襲，已經經過好多次嘅 warning 同埋嚴肅嘅訓誡，仍然都係再犯，所以決定呢正式要求對方喺7月31號提早退休啊！陳官任原訴庭呢就大概10年，已經爆出高達11宗嘅案件呢係涉嫌 copy and paste 律師嘅陳詞啊，直接導致4宗大案呢要發還重審。但係當大家仲好震驚一位越新越差唔多34萬嘅高院法官因為抄襲呢被逐出呢個審判席嘅時候，另一邊廂嘅新聞呢就話咗一個幾殘酷嘅司法真相喎。高等法院同埋區域法院呢竟然出現咗高達20個法官嘅空缺，關淑卿法官、陳港慈法官、郭偉健法官都喺裏面，佢哋都係一個過咗退休年齡，要一延再延，今次實在有啲呢直情係第3度延任啊！一個呢就涉嫌抄11次嘅法官，點解可以拖到今時今日先至被要求退休呢？係咪因為法院真係缺人缺到咁，所以要容忍法官不停 copy and paste 呢？而法官青黃不接，要靠老將去延任去撐住，係咪又反映咗成個司法制度面對緊啲乜嘢危機呢？大家好，我係法國妹，多謝收聽收睇今集嘅 News Digest。我哋呢就唔好再猜測啲乜嘢，我哋用官方嘅數據，用法庭嘅判詞同埋一啲法理呢嘅事實呢，去講一講呢一宗嘅司法抄襲案背後最 juicy 亦都最嚴肅嘅真相。記住訂閱我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我，多謝。我哋先睇翻第一個好核心嘅問題，11宗涉嫌抄襲，點解陳家信法官可以拖到今時今日先被要求提早退休呢？我呢就睇過法庭線同埋法庭公開嘅記錄，陳官嘅司法抄襲問題呢，其實係早於喺2020年嘅逆權侵佔案同埋藐視法庭案開始嘅，亦已經呢喺上訴庭呢已經講咗呢，話佢嘅判詞複製咗原告嘅陳詞，情況4個字，令人遺憾啊！去到2023年嘅黃道益活樂遊案，抄襲嘅比例更加高達98%，上訴庭直接裁判上訴得直，發還重審。當時中院嘅首席法官張毅能法官呢，同埋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潘兆初呢，都係已經對住陳官呢作出一啲叫做嚴厲嘅訓誡，而陳官呢亦都應承會改過嘅。但係問題係，去到2025年、2026年，一宗又一宗嘅舊案，都喺上訴庭結果頒判啲乜嘢啊？都係發還重審喎。由物業嘅業權案，跟住去到呢個遺囑嘅爭議案，再到最近期嘅顧明君呢個股份爭議案，判詞依然係俾人發現超過95% 都係抄自被告方，今次係被告方嘅陳詞。點解會拖咁耐？呢度有2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上訴機制嘅時間性啦。一宗民事案呢喺原訴法庭審理咗之後呢，敗訴嗰方呢要花100幾200萬嘅律師費呢，將幾百頁嘅判詞同埋律師嘅陳詞呢，要逐句逐字去對比嘅，跟住呢就排期上訴。由原審法庭出嘅判詞去到上訴法庭嘅裁判呢，好多時候都要等2至3年。換句話嚟講，2026年揭發嘅抄襲判詞，其實係陳官幾年前寫落嘅壞賬嚟㗎。第二就係憲制層面對司法獨立嘅保護機制啦。根據基本法，為咗保障呢個司法獨立呢，法官係唔能夠隨意去炒魷魚㗎。要罷免一位高等法院嘅法官呢，其實程序係非常之繁複嘅，需要由首席法官建議啦，跟住成立由法官組成嘅審裁處進行調查，跟住再交呢個行政長官嘅。所以司法機構最初選擇咗內部訓誡，或者安排一啲專責嘅小組去進行呢個提醒指導，甚至喺2025年都安排咗佢只係負責審理啲無需撰寫書面判詞嘅刑事案件。但係上訴庭一宗又一宗將佢嘅判決廢除，跟住再重審，公眾呢其實對司法公信力嘅信心呢係受到好大嘅打擊嘅。張毅能首席法官呢最終只可以用一個好強硬嘅行政手段，就係直接要求陳官提早退休。
大家可能會問，喂，咁樣係咪因為法庭呢好鬼缺人，所以司法機構呢先前呢就一直對呢個抄襲嘅容忍量呢係拉高呢？嗱，我哋睇睇司法機構官方嘅公佈嘅最新數據先。根據司法機構喺2026年嘅7月最新回覆呢，目前香港原訴法庭同埋區域法院公開招聘職位嘅空缺呢係多達20個啊！其中原訴庭呢係爭7個人，區院呢就係爭13個人。與此同時，仲有2級法院至少有10名法官呢，其實都已經係屆滿呢個退休年齡嘅，都係要獲得呢個延任。例如上訴庭副庭長關淑卿，今年呢就72歲，2024年呢就退休，第一次延任2年，去到2026年呢又做第2次延任，都係2年。區域法院嘅法官陳廣治，即係審可伯同河馬案嗰個呢，佢呢位法官呢68歲，佢經歷咗2次延任㗎喇。今次喺2026年啱啱呢又話係第3次延任，今次又係2年。第3位法官就係區域法院嘅郭偉健法官啦，67歲，退咗休之後呢，佢係喺2026年呢出任暫委法官嘅。呢一組數據直接證實咗一個事實，就係香港司法體制其實係面臨一個好嚴重嘅青黃不接同埋人才斷層啊！嗱，要成為一位高等法院嘅原訴庭法官呢，門檻呢係好高嘅，通常需要呢有好豐富嘅執業經驗啦，同埋資深大律師，或者佢哋係喺法律界一個頂尖嘅人才。但係近年間執業嘅收入呢，其實都同執業嘅收入呢，其實有好大嘅差距，而且工作量亦都好大。加上社會啦同埋政治嘅環境嘅轉變，好少呢啲咁嘅頂尖嘅律師人數咧，其實係好少人會願意放棄私人執業，去加入司法機構做一個全職嘅法官嘅。新血咧又補唔到，舊人咧到咗65歲或者70歲退休嘅時候咧，就唯有繼續一延再延。成個法院嘅戰力係全靠一班已經去咗退休年齡嘅老將撐住咋。講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好好奇，做一個香港法官究竟1個月要搵幾多錢呢？如果退休之後再獲得延任或者再做呢個暫委法官，會唔會可以攞埋啲退休金啊或者高薪嘅，攞足兩份錢呢？我哋又睇睇官方嘅薪酬同埋福利數據。一個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呢，月薪呢係超過348000蚊嘅，一年嘅基本，我講緊基本薪金就已經過420萬。而區域法院嘅法官呢，月薪呢亦都差唔多有25萬以上嘅。除咗高薪之外，法官呢仲有好多 benefit 係令人非常羨慕嘅。第一，高額嘅房屋津貼同埋司法津貼。第二，全家人都享有頂級嘅免費醫療同埋牙科福利，仲有包括公立醫院嘅私家病房。第三呢，子女係享有本地或者及海外留學嘅教育津貼嘅。第四，高院法官呢係有專用嘅官車同埋專職嘅司機㗎。第五，每年享有42至到52嘅有薪年假，幾乎等於1年可以放2個月假。咁樣，當陳廣慈法官啊、郭偉健法官啊呢類法官退咗休，已經到咗退咗休嘅年齡，而且佢哋又繼續有得延任，或者退咗休之後都仲可以出任呢個暫委法官，錢方面又點計呢？法律嘅制度上邊呢，如果法官喺未退休之前呢獲得延任呢，佢只可以繼續領取原本嗰份法官嘅薪金，未開始拎嗰份退休金㗎。但係如果佢已經正式退休，拎咗一筆數以千萬計嘅退休金之後，再以呢個暫委法官嘅身份翻嚟審案呢，佢就會用日薪或者月薪去拎取呢個暫委嘅酬金。雖然呢個薪金制度呢係有一個 quota 嘅，有一個過額嘅扣銷機制，因為呢要防止無上限咁雙重出糧。但係對公眾嚟講，高薪厚祿喎，頂級福利嘅背後代表乜嘢啊？就係我哋最貴嘅公帑代價咯。市民俾咁高薪嘅薪金俾佢哋，同埋福利，要嘅係一個能夠
花時間去獨立思考，就算最少都要寫份有高質素嘅判詞嘅法官，而唔係一位一個月攞成34萬月薪，單靠 copy and paste 嘅判案，一個剪貼嘅法官咯。當法官嘅人手極度短缺，再遇上啲案件喺啲數量喺度澎湃嘅時候，成個司法制度其實係陷入咗一個好危險嘅惡性循環㗎。高等法院嘅商業爭議同埋民事案件每一件案件都動用咗成幾百頁紙，法官面對係好龐大嘅寫判詞嘅壓力，所以佢哋如果要揾 shortcut， 所以因為喺呢啲咁大嘅工作壓力底下，有時有啲個別嘅法官就會選擇咗 copy and paste 勝方律師嘅陳詞去做呢條捷徑嘅。咁抄襲咗之後，又俾人揭發咗之後，上訴庭裁判上訴得直之後，案件當然就係發還重審啦。但係一宗大案重審，與訟雙方都要重新請個律師啦、資深嘅大律師啦、再排期啦、再審訊啦，呢度涉及係數以千萬計嘅律師費全部由市民同企業自己埋單。而重審亦都佔用咗其他法官嘅審訊時間，所以已經令到好缺人嘅法院更加雪上加霜。終審法院嘅法官張毅能喺佢嗰份嚴正聲明裏面係話陳家信法官嘅行為係不必要咁耗損咗上訴法庭嘅司法資源，更加係削弱咗公眾對法官妥善履行司法職責能力嘅信心。公眾質疑嘅其實唔單止係一位法官嘅職業操守，而係如果一個制度要靠啲老將不停延任，跟住之後仲要對住一啲成日重複抄襲又嘥時間又要拖又要再重審嘅案件，咁樣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法律同埋爭議解決中心嘅聲譽，到底會承受幾大嘅打擊呢？司法機構目前已經展開咗一輪區院同埋原訟訴法庭法官嘅公開招聘，希望盡快就去填補啲20個職位嘅空缺。陳家信法官嘅提早退休其實亦都顯示咗司法機構喺面對公信力危機嘅時候，一定要劃下呢個底線嘅。但係呢件事帶俾我哋應該有一啲更深層嘅反思。法官嘅權利就係嚟自公眾對司法制度嘅信任，市民同埋啲 business 啲企業打官司付出一筆又一筆咁昂貴嘅律師費，要嘅唔係一個將律師陳詞 copy and paste 去複製同埋一個轉載嘅機器而係一個願意真係聽雙方點樣去爭拗，點樣去抗辯，而運用一個好獨立思考去作出最公平公正嘅裁決嘅法官當法官人手短缺已經變咗一件常態如果減輕咗法官嘅工作量嘅同時，嚴格去監管啲判詞嘅質素，防止呢啲咁嘅司法抄襲再次發生，將會係香港司法機構未來最嚴謹嘅考驗。今集嘅 News Digest 就係講關於陳家信法官提早退休啦，同埋香港法院高院或者區院人手短缺嘅危機，背後都係一啲好真實、好嚴肅嘅真相嚟㗎。希望大家會聽得明或者睇得明我嘅睇法。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 ，share 去你嘅社交平台，同埋留言俾我。我哋下集再見，拜拜。